学，命运的玩笑究竟怎么解？开挂的系统就能不停歇？一板一副，我整个失联，阵法招式和境界，谁值得考验？是我一击看下去。来不及防备，逼得我无路可退，这战该是什么鬼？你什么段位？我堂堂的天神，主宰谁怕谁？别给我机会，我要一路到神迹，人生中不是原罪，怒气都加倍，热闹我的歌要小心添加积累。艾丽师兄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啊？下一集在哪儿啊？你点击追番就知道了哟。他们为什么不攻击我们？不会的，他们还得哭一会儿。等援军。你干的吗？嘿嘿，我不仅能让他们哭，我还能让他们拉稀，你信不信？这俩小鬼看到噬魂物还不怕？我们布下毒物大阵，是向御灵高手宣战，怎得人族高手不来，却让你把我送死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有喝那女儿的血。男孩真好啊！别急，把他们吞进毒物，我们可不战而胜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阵法差点崩溃。连！哎呦我去，真有4个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你不怕这物的毒性吗？怕！哎，头疼！哎呀，想吐，恶心！这小子戏弄我们！让你们哭！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不发雾气，还能控制4名御灵，咱们就在何方身上？鄙人就是个未到婚龄的普通男青年，让你把别惦记我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去。会长，我们与安林最默契，是支援他的最好人选。情报说得很清楚，是2个上品御灵，你们境界不足。东虎山2位高手，请出发吧。且慢！干什么？我能请你们保护好安林吗？每个人的性命都很重要。那带上我行吗？现在是战时，你当儿戏吗？我知道，可是仙人，拿下这丫头！小兰，到底怎么了？安林有危险！战场上谁没危险？班长，相信我。班长，第4战场交给我们，若任务失败，轩辕城齐头来见。小兰，出发！站住！没事，让他们去，忽略第4战场，专注其他坐标点。第1战场情报，现场有1名不明境界的神力敌人，请求饱和支援。
第2战场发现一名境界不明的敌人，请求饱和支援。不明境界，难道是玉灵之上？需要饱和支援。第3战场有消息吗？第3战场发来一条图片信息后，信号消失。查看图片。这怎么可能？信息部门立即传信天盟，就说黑羽族入侵凡界了。是。另外，所有人全部支援第3战场。是。开启传送阵。所有人员出发。怎么了？拉他回来！7个，不错，加上刚抓的3个，已经有10个人机。反虚境，再抓住那个关键人物，仪式就可以开始。男孩太诡异了，我们找机会突袭杀掉他。他们的巫伤都没有减弱的迹象，你可真行！趁他病要他命，我们主动出击。出发！等等，干什么？增援到了。这里，哎！没想到这里竟有4名玉灵。小兰说你有危险，还真说对了。小兰，你是怎么发现我有危险的？我发现了什么就请说吧，也许对作战会有帮助。我是总部消息，1、2战场请求饱和支援，第3战场失联。失联？失联只有2种情况，要么通讯卫星被毁，要么……你是说？基地失联？什么意思啊？出事的是基地，各战斗小组全部失联，事态已经失控，我们怎么办？对呀，我是下凡组长啊。可是敌人这么强，通信也断了，就凭我们4个，你们走吧，这里的事情跟你们无关。总部已经求援了，等援军到了，麻烦你们帮我报仇。这算全局输了。第4战场不是还没输吗？安林说的没错，田姑娘，事情并不复杂，我们只要拿下第4战场，就能为大局争取主动。怎么了？好安静。安林！
逼得我们4大高手联手上，你很荣耀。阿莲！仪式可以开始了。神啊，一切如你所愿。安林，安林，安林巨人，喂，醒醒！谁？快醒醒！再打又要晕了。叮咚，宿主遭遇重大危机，请问是否需要开挂？啊，有，还有挂吗？哪个挂能开？一股脑都开了。叮咚，系统推荐使用柳师姐赠予的神级大挂。啊，哪个？这个。啊？不，这啥姿势啊？全部意念集中到戒指，光之少年变身。还有变身喊口号。喊了能救命，喊不喊？这干啥用的？这不是普通纳戒，你要时刻带着啊！变身！光之少年巴啦啦躲避巴卡巴卡！安林，安林。小文，安林，我不来。师姐，见过仙女下凡吗？
光之少年，我没做梦吧？你可以掐自己的脸哦。哎，我脸太厚了。好强！今天状态不行，变慢了。好吧，我看出来了。这位魔法少女打扮的是谁？实力恐怖如斯。最高书院真正的全院第一，有千幻世界。多谢师姐请进。现在谢我有点早啊，真正的大麻烦才刚开始哦。每天醒来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模样，有点困难。且慢，我想有些事情不适合太快。比如结婚太情况，经济名额有限，报名队伍这边排。有些事要喜欢才会痛快，志同道合这一数就是真爱。有些事不一定照规矩来，但下次外挂别再开，我们用心对待，总有人说开黑他一定会来。速度要飙上800迈，外套第一选择比赛。中二的年纪就要狂起来，就当一回游戏天才。笑容决定运气好坏，但要给我算命请走开。下次带你领略城市色彩，听听凡人物